大家好，我係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投資者服務部董事劉廣倫 Leslie， 歡迎大家收睇我哋製作嘅股份管理小貼士。如果你打算親身嚟到我哋股東服務櫃台辦理股份轉讓呢，希望呢條短片可以幫你避開一啲常見嘅延誤情況。今日我好高興請到我同事阿 May 分享一啲有用嘅提示。好，大家好，我係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投資者服務部高級經理江玉美 May， 好開心同大家分享。我知道咧，辦理股份轉讓咧係股東到訪我哋最常見嘅原因。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成功填寫轉讓表格嘅小貼士呢？當然可以啦 ，Leslie。當股東提交轉讓表格嘅時候，我哋經常會見到因為一啲小錯誤而產生嘅延誤情況，所以大家想了解點樣避免呢啲錯誤呢，就要繼續收睇啦。首先，我哋常見嘅小錯誤之一就係簽名不符。當轉讓表格上轉讓人嘅簽名同我哋記錄上現有嘅樣本簽名不符嘅時候呢，就會發生呢種情況㗎啦。簽名係同你第一次登記時嘅需要一模一樣，包括中間嘅名、姓名縮寫或者特殊標記。如果你嘅簽名係隨住時間耐咗而改變，可以考慮進行轉讓前提交更改簽名表格申請，咁就可以避免轉讓時發生嘅延誤啦。我哋要確保你嘅簽名相符，呢一點係好重要嘅，因為要保護你同你嘅投資免受欺詐嘅損失，所以大家要簽啱個名啊！知道啦 ，OK， 確保你嘅簽名準確無誤係非常之重要嘅。下一個貼士又係咩啊？另一個我哋經常見到股東遇到嘅問題就係佢哋提供咗一個無法收到郵件嘅地址，原因係填寫地址時不完整啦，又或者地址本身係無法接收郵件嘅，就會發生呢一種情況。如果股東更改咗地址，應該盡快提交更改地址表格俾我哋更新記錄，咁我哋先可以將股息單、紅利股票或者重要文件郵寄俾你㗎。係啊，我哋會寄信到股東嘅存檔地址，所以咧你一定要確保我哋有你最新嘅地址記錄。係啊，冇錯啊。知道啦，咁股東仲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呢？最後一個常見嘅問題就係見證人簽名缺失，或者轉讓人填寫資料時更正後冇補簽名。呢兩項都係我哋收到轉讓表格上必須要檢查嘅項目。股東喺提交表格之前，可以仔細查看所有欄位。如果你已經檢查咗上述項目，你就可以確保轉讓個過程順利進行。May，多謝你嘅貼士啊！提提所有嘅訪客啦，喺親身嚟到我哋股東服務櫃台辦理股份轉讓之前呢，記得仔細檢查你嘅表格啦。如果你哋遇到有任何問題或者唔明白嘅地方呢，可以隨時同我哋聯繫嘅。